边同款嘛是拄则收到上新的画面，继续要来关心台北市市长郭文德进前者经体高雄市的前市长、现任的总统府秘书长陈菊为非作歹。郭文德的夫人陈佩琪昨昏嘛咧人面册刷落铺文，伊讲毋知影是安怎欠债欠几落千亿的市长，民调永远拢排第一，互人讲是咧屁想陈菊。另外，市政府的顾问蔡碧如伫咧赖群组传总统撰文论文的消息，嘛引起话题。郭文德在举时接受访问，做伙来听。上新的讲法，没有，这是这样的啊，这个是说，哇，就这么吵，把它访问。可以。好了，这是这样的哦，这个黄建宁是如果郭董要选总统的话，他的副总统人选嘛。啊，事实上，郭董在私下聊天有跟我讲过，说他是一个优秀的行政人才。那我跟他讲说，我查过记录，他以前在当台中县长，表现不错。故事就是这样 ，OK。那我跟郭董讲说，如果有机会，我再跟他去聊聊天，认识这个人。所以你有意愿延揽他？不是，我跟你讲哦，这个故事就只有这样而已。后面那个一大堆，那个就哇，那个叫什么？就延伸太多了。其实事实的真相就只有这样。我就跟郭董讲说，我有机会去拜访他，跟他聊聊，就这样。所以他现在是认为说他之后可以来选台北市长，就等于就是他可能2020会跟黄珊珊来竞争。2020离现在还有3年，有没有？大家在想多一下。我上陈佩琪2022啦，2022。陈佩琪是有在脸书 po 文，他有说你们有去跟阿扁聊过之后，他爆料说其实白绿分手，阿扁说根本是整校就是根本不是选对会决定的，应该他们自己都能决定。我每天都被这种爆料会吓死，一下阿扁，一下陈佩琪。陈佩琪又讲什么？我没有看他的脸书，他写什么？他说你们去跟阿扁聊天的时候，他就讲说，当初小英跟你讲说白绿分手是选对会决定的，阿扁就说整校选对会是他任命的，来向他报告，怎么会是选对会来做决定？现在怎么每个人记忆力都越来越好啊？我都记不清楚了。现在阿扁记忆力也变好了，陈佩琪记忆力也很好，实在是。所以我就说我记不清楚了。市长想请教一下，最近那个吴怡农对你有很多指教啊，同样是素人，吴怡农啊，同样素人出身，你对他有何评价？素人其实这样啊，其实纯素人要出来不太容易，坦白讲，还是一般来讲还是有累积一些过去的社会资历的，受社会声望，纯粹素人要这样突然出现不容易。那你知道他对你的说法吗？我不晓得，我在外公政治人物道德底线。我跟你讲要是那个我早上来了，在车上在看说，哇，我在跟我的幕僚讲说，那个蔡壁如转一封那个烂的那个在烂里面转一封消息就可以上《自由时报》的头条。我说如果用同样的标准嘛，我现在。大概所有媒体的头条都是意思就是说，你知道，看一看就好，不要当真了。那每党的事件每一件都要计较，你会自己先发疯了。蔡总统说，那个碧如姐来